nd.org.hk 啦嚇，咁大家上我哋呢個網址，其實都可以睇到我哋利民一啲服務啦。咁我哋本身嗰個非法美居嗰個電話咧就係24792424嚇，咁我哋暫時嗰個開放時間呢，就係今日都係呢一個逢禮拜二到禮拜日嚇，咁就上晝10點至呢個晚上6點鐘，咁就喺呢個時候之後呢，其實大家如果可以俾電話我哋其實都可以安排，譬如話喺呢段時間之外嘅時間係提供服務咁樣嘅，即係可以預約啦，係咪？walk in 嗰隻都得，drive in 嗰啲都得。但係咧，我諗譬如有媽媽一邊喺度聽嘅時候，我話：咦，我個仔咧亦都係精神病康復者，佢咧就好翻一段日子㗎啦，佢而家冇嘢做喎。咦，聽落都好啱我個仔喎。咁你哋會唔會幫下呢類嘅家庭啊？係啦，頭先我哋都介紹過啦，其實我哋利民會有呢個職業康服務啦嚇。咁其實我哋都有提供有唔同嘅，譬如話去到我哋一個工場式嘅一個職業訓練啦，去到一啲個叫輔助就業，其實俾一啲能力係比較高少少嘅康復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介紹佢哋係一啲公開就業啦。去到其實我哋都有啲社企嘅利民會都嚇，咁要提供呢個清潔服務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有需要嘅話，其實大家可以隨時俾電話我哋可其實不同嘅就翻去本身嘅能力興趣，可以提供不同嘅服務嘅。好，唔該晒 Raymond。新聞之後呢，會繼續有半個鐘頭嘅素心事家庭嘅。香港電台新聞報道。上晝11點半，而家由張子欣報第一節新聞。警方喺屯門掃管笏村拘捕一名47歲男子，佢涉嫌洗黑錢，款項超過100萬元。另外，又喺旺角拘捕2名分別44同51歲嘅涉案女子。警方新界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經過1年情報搜集，早上採取行動。警方相信被捕男子係黑社會嘅高層，同被捕嘅2名女子有密切關係。大約30名醫管局員工到九龍城醫管局大樓外面請願，不滿部分員工嘅薪酬待遇同其他員工不同。請願由香港醫院僱員權益工會發起，部分員工雖然由臨時工獲轉聘為常額僱員，但係薪酬待遇同一般長工有分別，包括冇薪級點。佢哋亦都不滿部分臨時工同合約工要等最少6年先至有機會轉為常額僱員。香港集思會提出10項本港中藥發展嘅建議，包括建立一所中醫為本嘅醫院，特別對政府正邀請私人機構對4幅私家醫院用地表達興趣，認為政府應該作鼓勵。團體又建議政府從內地引入更多高資歷中醫及協調兩地嘅中藥標準同註冊要求，又認為香港發展中藥專科服務，例如針灸，具有良好發展前景，倡議政府前立高層督導委員會統籌。英格蘭超級聯賽阿仙奴下半場應戰下2-0擊敗韋斯咸，暫時趕過今晚喺主場鬥利物浦嘅曼聯，升上榜首。熱刺2-1擊敗史篤城，守喺第4。阿士東維拉主場2-2逼和狼隊，排第7。榜尾嘅朴茨茅夫就以3-2反勝美爾嘅後勝。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能見度頗低，吹微風，稍後轉吹清勁嘅東風，多雲及有幾陣微雨。展望聽日天氣稍涼，本週後期氣溫進一步下降至15度左右。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簡報完畢。交通消息直擊報道。好，先講個交通意外消息啦。咁九龍嘅廣東道南行咧，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關係咧，封緊中線一帶咧，行車緩慢噶。咁而較早前咧，虎山道咧去慈雲山方向近東九龍診所交通意外現場咧清理好，封路重開，行車正常翻噶啦。通往將軍澳墳場嘅通道咧仲有封閉緊，咁由於今日咧係冇特別巴士服務咁，所以咧掃墓人士咧需要步行上落山。講到路面方面啦，為咗方便掃墓人士前往柴灣墳場，咁現時咧連城道以及歌連臣角道實施緊單程順時針方向行車噶，一帶好擠塞噶，龍尾喺柴灣道迴旋處附近，駕駛人士咧要改搭公共車輛去柴灣墳場啦。現時紅隧嘅兩邊入口繁忙嘅，沿住高士打道過海龍尾喺華潤大廈附近，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公主道過海龍尾喺油站附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
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尚德村、觀塘道駿業里行人橋面旺角、德士古道救護站行人橋石圍角、新田公路米埔龍上水、荃灣路荃灣碼頭九龍、大埔汀角路雅景花園方向大美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資訊台。統計處公布嘅薪酬調查結果，再次引發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水平嘅爭拗。打工仔同僱主各自有咩理據呢？星期日，九龍城賈炳達道公園舉行嘅城市論壇，請嚟嘉賓探討。正午12點，無線翡翠台現場直播，香港電台第一台連線廣播，同日喺有線直播新聞台、香港寬頻數碼電視資訊台、Now 財經台以及無線收費電視新聞二台播出。失咗戀之後去索 K， 頭好痛，個人好凍。我八婆隻眼擘唔大，我瞓咗喺度。我仲有好多嘢未做，我仲未睇夠呢個世界咯，好恐怖，好似隻魔鬼隨時拉你走啊！今次醒翻叫好彩，唔擔保下一次都會醒得翻。唔想再掂呢啲毒品，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噩夢說不。喺路上尋尋覓覓，對失去嘅一分一毫，我哋都計算得好清楚，所以經常沮喪苦惱。不過我哋竟然忽略咗，原來我哋擁有嘅已經唔少啦。問題係你究竟睇唔睇到呢？訴心事家庭，鄧藹霖主持。嗱，今日喺直播室咧就好熱鬧，我哋請到我嘅嘉賓主持就係李永堅醫生啦，精神科噶啦，咁又請到利民會嘅一班朋友嘅，咁包括有利民會嘅助理總幹事就係張林秋先生，利民會嘅社工朋友就係蕭鳳賢姑娘，咁仲有咧就係有一位導師咧就喺汽車美容方面嘅好有老資格嘅朋友啊，我好怕用啲老嘅字，但係都唔咁形容你唔得，你做咗廿幾年啦，係咪？咁阿 David 啦，唔該晒。咁仲有咧就係一位服務使用者就係 Simon 嘅。我跟住咧想問下 Simon 啦。嗱，我睇到而家你即係頭先阿李醫生都講啦，即係個情況好好啦，情緒好穩定啊咁。但係我都知道你都經歷咗一啲嘢嘅。咁其實你初期咧喺係發生咩事㗎？即係喺精神方面。其實最初頭咧，開頭我自己都唔承認我自己係有病嘅，因為嗰陣咧我都係一個保安督導員嚟嘅，保安督察。係。咁嗰陣可能因為工作嘅壓力咧比較大啦，以至我成日我都覺得身邊周圍都有人監視自己啊，同埋聽到一啲聲音。其實嗰陣我已經係患有思覺失調同埋幻聽嘅情況嘅，但係幸好嗰個情況都係啱啱初起，而屋企人亦都知。咁有一次我亦都好唔好彩啦，我本身我自己又有 epilepsy 啦，即係陽癇症啦，嚇咁喺街嗰度暈低咗，就俾人送咗入醫院。咁醫生亦都發覺我喺精神方面係有一定嘅問題。咁同我屋企人講過，要求我入院。我當時我都唔肯入精神病院嘅。咁佢只有以一個強制性入院嘅方式要求我入院。咁入到院，咁醫生去到同我去到傾談啊，同埋觀察之後咧，佢話其實我病況係好輕微嘅啫。所以我比一般人咧所食嘅藥咧都好細嘅份量，至到今日都係。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好事嚟嘅。你初係做緊保安督導員嘅時候咧，咁你話開始聽到聲啊，咁係咪翻緊工嘅時候你聽到？翻工放工都聽到。嗰啲聲係男定女，係咩聲嚟？男女都有嘅。好嘈咁樣嘅，好嘈嘅，成日話我要打你，我要斬你嗰啲咁樣，好驚㗎喎，咁樣好驚嘅，甚至有時搭輕鐵啊咁樣，覺得
周圍有人係喺度監視緊自己啊，同埋覺得嗰個人會跟蹤自己啊，打自己啊，即係覺得嗰啲人係識你，好似喺度監視住你嘅行為咁樣。但其實就唔係嘅，係。嗰個環境咧係造成